心靈交響曲，全然的掌權。每日靈修經文分享，約伯記12章13節，在上帝有智慧和能力，他有謀略和知識。當虔誠人約伯，在完全沒有警示下，極嚴峻的考驗臨到他，使他痛失兒女們家園盡毀，財物損虧。約伯的3位友人又強論他是因為犯了罪，才遭遇到苦難。約伯的苦難是來自撒旦的試探，撒旦擊打約伯，使他從腳掌到頭頂全身長滿毒瘡。妻子灰心的責罵指其愚昧，確是令約伯的愁苦再加上苦澀。約伯的哀嘆極深切，約伯的痛楚極悲傷。他仍請求他的朋友們聆聽他對神的信靠，述說神的智慧與能力。耶和華神是全然的掌權萬物。約伯請求神除去他的苦難，減輕他的刑罰，讓他站穩在神的公義上。來，我們一起禱告。苦難困惑有時確會莫名其妙的來臨，因着主耶穌基督的大愛，叫我們時刻仰望神的慈愛與救恩。求聖靈保惠師時刻帶領我們，幫助我們遠離兇惡，避開患難。在任何境況，我們要靠着主耶穌基督，才能夠得勝有餘。感謝神，以上祈禱懷着感恩的心，奉主耶穌的名禱告，阿門。心靈交響曲，重新振作起來。每日靈修經文分享，路加福音22章32節，你回頭以後，要堅固你的弟兄。主耶穌3次預言自己快將受害，也明確指出彼得3次否認主。我們的軟弱，主耶穌基督全然了解。在我們失落時難免抱怨，在我們遇見患難時容易跌倒，信靠神的信心要靠主耶穌才可以得勝有餘。主耶穌快要踏上十字架的苦路，對彼得對眾人提出嚴厲警告。撒旦想要得着你，得着我們，叫我們不要失去信心，因為主耶穌已為我們向神祈求，叫我們在跌倒時，在失敗處仍可靠耶穌基督重新振作起來，成為別人的安慰與扶持。一起來向神祈禱。警醒的禱告是能夠幫助我們明白救主的指引，更是能夠鞏固我們對神的信心。信心定要投靠主耶穌基督，要知聖靈已住在每個人的心裏，就是來作隨時幫助。靠着父神的愛再次站起來，能重新振作，是因着主耶穌基督的大愛。以上警醒的禱告奉救主耶穌基督的名祈求，阿門。心靈交響曲經文分享，羅馬書5章8節，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，
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。快來前，彼得從在海上打魚的漁夫，受神恩寵，被主呼召而願意跟隨耶穌基督。他不單要放下他的養生的工具與能力，他告因我們要連同舊有故我，纏累着眾人的惡習也要一併拋棄與撤離。往日可隨着自己的心意而行，為任何的事作計劃，卻很多時是得罪了神。當認識神的教導，遵行主的命令，聆聽聖靈的提醒時，便知不能再像以往隨從個人的私欲。從今以後定要細心聆聽聖靈的帶領。使徒彼得提醒眾人，萬事的結局近了，在主再快回來前，個人更要親近神，認識主，在謹慎中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向神禱告。群體更要是彼此切實的相愛，在寬容中可共同成長，在接納中可共同進步。來，讓我們同心禱告。照着聖靈所賜的恩賜為神在地上的家教會服侍，竭盡神賜予的力量與能力來彼此效力，侍奉主耶穌基督為首的教會，靠着聖靈所賜的百般恩賜來共同成長，再共同進步，被建立時也同時被造就。感謝神。以上祈求奉主名禱告，阿門。心靈交響曲經文分享。約尼書2章25節，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補還你們。就是為什麼定要告訴我們？約尼為神耶和華向以色列全地宣告，敵人的攻擊將如蝗蟲般來臨。為什麼會這樣？因為以色列民眾未能認識到自己的罪犯，只做表面的獻祭妄想來取悅神。在當時以農務為主的社會，蝗蟲來侵，必帶來嚴重饑荒，使所有農作物被毀壞而無一能幸存。這樣的敵人必使全國上下受盡煎熬。先知約尼呼籲全以色列，趕緊快來向憐憫我們的耶和華神誠心的認罪悔改，因為耶和華是充滿恩典的神，凡真心悔改願意投靠神的人，神必與他同在。這是永不改變的應許，是可幫助投靠神的人在任何處境中都不會懼怕而困在懊悔裏。要知耶和華是慈愛與公義的神，救主的看顧與保守要永遠伴隨着遵守神律例典章的子民。我們一起禱告，因為並重視耶穌基督的神性之一，神已告知全人類神愛世人，叫一切信主耶穌的人得着永生。本來罪已使人要步向永死，甚至是被滅亡，因着神的愛而使世人可認識主，受到聖靈感動，在認識罪時悔改罪而離開罪，以誠心對罪惡的認識，才會誠心的向主耶穌基督悔改而歸向神。以上禱告用警醒的心祈求，阿門。心靈交響曲經文分享。耶利米書5章21節，愚昧無知的百姓啊，你們有眼不看，有耳不聽，現在當聽這話。
是要留心來聽。耶利米直接指出以色列全族對祖宗所敬拜的神耶和華離棄，去膜拜別神偶像，使全家陷入危難裏。理應這樣屢勸屢犯地背逆神，明知故犯地得罪神，這樣如沒有用的枝子，將是要被除掉，背棄神定要被神懲罰。先知耶利米哀痛，神的子民在不斷犯罪，有起假誓的，有行淫的，有不認耶和華的，有拜假神的，有胡作非為的富有人。更可惡是那些假先知和惡祭司，竟沒有一個人願意悔改，求神赦免其過犯。先知耶利米向全地發出勸告，耶和華神是嚴厲，其刑罰快要來，要追討人的罪。耶和華神是恩慈，神是來拯救人，為要赦免真心悔改的人所犯的一切罪孽。來，我們一起禱告，是要留心來聽勸告。耶穌降世為要帶來神的救贖，對願意認識主耶穌基督的人，神必要來赦免其罪犯，在步向永死的路程中，拯救向神悔改的人。求聆聽聖靈的督責，使我們能夠謙卑順服主耶穌的吩咐，領受神那無法測度的恩慈與仁愛。以上禱告奉主名求，阿們。心靈交響曲經文分享。約翰福音3章30節，他必興旺，我必衰微。是見證者。約翰被稱為主所愛的使徒，施洗約翰為主耶穌作先鋒，為耶穌施洗。兩位約翰同是神榮耀的見證者，能為神的兒子，為世人的救世主耶穌基督作見證，是神的揀選。期待人人能聽從聖靈的指引，認識罪犯，願悔改而歸回耶穌基督，得從死裏獲重生，能與神和好。對於當時的猶太人誤解約翰的施洗是否要與救主分庭抗禮時，施洗約翰表明他只是為主作預備。他以他必興旺，我必衰微為回應，將人人羨慕他侍奉的能力，馬上解釋清楚是神所賜的恩典。沒有什麼是出於他自己的。來，讓我們一齊同心禱告。神所賜的百般恩賜，並沒有高低輕重之分，賜給眾人各有恩賜，目的是幫助我們有能力來服侍主，侍奉神，善用聖靈所賜的恩賜彼此效力，將一切榮耀頌讚歸回天父上帝。以上禱告用警醒的心祈求，阿們。心靈交響曲經文分享。民數記9章17節，雲彩幾時從帳幕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幾時起行。雲彩在哪裏停住，以色列人就在哪裏安營。跟隨與願意。耶和華神呼召近80歲的摩西，帶領在埃及法老管轄下為奴隸的以色列人，出埃及過紅海，進入荒漠曠野之地。摩西聽從耶和華神的曉諭，選召各支派的統領來，分派點算可出來打仗的男丁，又照耶和華的吩咐揀選利未人承接祭司職分，
各群族的職責與生活道德條例。耶和華吩咐摩西守逾越節，守神的律例典章的，不管是寄居的或是本地人，同歸一例。他們如何安營，也是要遵守耶和華所吩咐。看雲彩去到哪裏或停在哪裏，他們也是會去到哪裏或停在哪裏。來，我們一起禱告。跟隨神卻不願意聆聽神的教導，是會招惹敗壞與失落。神派來耶穌基督為世人的救主與內住在心裏的聖靈，為要作隨時的提醒與幫助，使跟隨主的人能順服聖靈的指引，能夠願意遵行神的教導而得着永恆的福樂。以上禱告以感恩的心，奉主名求，阿們。